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日呢，我转到我的故乡苗栗，来到苗栗了，请到一个也个nhập洋的大师，就是陈云锦老师，他用相片记录的苗栗山神当丰富的客家文化哦。先来分享陈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刚才看到你这个照片呢、有这个以前惊喜对比，对不对？60年前的东西。亚海来，我会把60年东西，然后亚海新旧对照，要做老师应该客家人嘅买煮的海嘅，马上斤斤计较啊。就是寸斤论两就对了。你看，我发现我手上这些都是宝嘞。老师啊，利用那苗栗客语图解哦，它就是上面有教客家话，还有解释，还有附相片呢。讲较多吼，我看图唔掂。我再翻出来啊，亚洲人都中气白，真的啊，亚洲人妈妈，他妈妈头拉骨啊。今天我们要教观众朋友讲的2个单字，就刚好是传承跟文化。老师，那请你教大家好不好？这个传承的客家话该怎么说呢？传承，传承，没错。对，传承哈。那第2个呢，老师做的就是一个文化工作。那这个文化的客家话呢，就是简单的文化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要来挑战教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老师，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没错，老师就是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来到我的故乡苗栗，哇，陈老师真的好棒哦，把我们美丽的山城记录下来了，谢谢你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1个词就是传承，传承。第2个呢就是文化，文化。记得哦，上排牙齿要咬到下排嘴唇，文化。第3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。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，用镜头记录客家文化，有没有学起来呢？把它当成一种旋律，很洗脑的，加油喽！下次见，拜拜。